行政院消保处检验市面上15款囡仔医疗啊，这当中都有6件无合格，特别是迄款会当拗起来收起来3件到2件无合格，是真够入着手。提醒家长咧拣的时阵一定要注意。 囡仔行路都也行袂在，一般大人的椅仔嘛爬袂起哩。不少家庭拢会购买儿童椅仔，不过家长爱注意，行政院消保处调查市面上所卖38公分以下的儿童椅仔15件，拢总有6件无合格。 要提醒大家的是说，儿童椅凳呢，从111年12月1号开始，已经是属于经济部标准局公告的阴湿检验商品。那阴湿检验商品呢，就是需要经过检验合格，它才能够进入市场。15件商品内底，拢总9件是实体通路，6件是网络平台买。不过经过检验发现，有3件品质检测甲标示查核拢无合规定，像讲这个黑色的凹椅啊。 伫叶旁有伤过头细，囡仔的枕头呢是夹着无法度扭出来，啊，个有红色的凹椅啊，同款是剪切点，啊，个有凹起来所在有夹着的风险。需要几公分的折叠，会夹到怎么样的铁，有一点铁的东西，因为那个承载重量都够我们10大人用，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把名称改掉，罚款罚掉的。另外，标示嘛要特别注意，有6间厂商拢无合格，其中4只椅啊根本无商品检验标示，违规盗检，根本袂使上市卖。 另外，还有3只囡仔椅啊，是经过测试，标签无永久性。消保官是提醒，厂商一定要经过热压印甲热转印来处理。标准局就建议我们上面贴非供14岁以下儿童使用啊。比较困扰的是这样子，因为它已经流通在市场上了。 消保官嘛提醒，卖无符合规定的产品，会当罚代票1万块以上，10万以下罚款。这届已经有1间厂商相当互咱罚5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